大家好，想畫乜嘢留言俾我。今日要分享嘅粉彩畫咧係晨光，又唔係第一線喎。因為如果你啱啱有呢一個太陽升起啦，其他啲嘅即係天啊成啊都未話好光。咁但係我今次咧就呢一幅畫咧就係佢啱啱成個太陽升起咗之後咧就好光啊咁樣，個情景咁樣。咁就用咗啲混色嘅方法啦，用咗一個嘅米黃色啊、粉紅色啊、藍色啊咁樣，做咗出嚟咧，咁因為你混埋一齊啲粉，咁佢又會有一啲紫色紫霞嘅感覺啦咁樣。首先就係即係用咗一個米黃色做一個底先啦咁樣，咁當然有海同天咁樣啦，用張卡紙分開畫咁樣啦嚇。咁其實主要個部分都係天嗰部分咁樣。塗咗呢一個嘅米黃色之後咧，咁就用呢個嘅粉紅色啦。最後係藍色咁樣。由淺至深咁樣啦，其實海同天都係咁樣嘅。到用藍色嘅時候，特別喺邊嗰個嘅就塗咗咧，就因為你深色一塗咗佢就唔會變翻淺色嘅啦，除非你去擦佢咯。咁但係擦咧就即係佢唔會話個面你擦走個表面咁樣，自然擦走咗佢咁樣咯。咁所以咧嗰個嘅顯出嚟嗰個顏色咧就唔係話你擦就會越嚟越淺色咁樣嚇，咁就未必係咁嘅效果咁樣。咁所以由淺至深，因為頭先就米黃色啊、粉紅色啊、藍色咁樣，即係咁樣漸進咯。咁當你覺得唔夠嗰時咧，就喺深色部分咧，就慢慢咧向翻淺色嘅部分去塗咁樣。呢一幅畫就唔需要塗好多深色啦咁樣嚇，因為佢有光啊嘛咁樣。塗完之後咧，變咗咧係上同埋下就係去比較深色咁樣。塗完之後咧，就畫嗰個嘅太陽就擦啦，擦咗米黃色都俾你擦走埋，變咗白色咁係好光咁樣。咁即係成幅畫你拎嚟睇咧，即係唔係一個好睇到個圓形嗰個太陽。咁但係咧一定神去睇睇啦，咁你又會察覺得到，因為周圍係光啊嘛，即係佢咁光啊咁樣。冇理由就咁淨係畫咗個太陽咁嘅光啊嘛，好似好寡咁樣。咁所以咧就畫咗呢咁樣嘅鳥、海鷗 whatever 你啲飛鳥咁樣啦嚇咁樣。有個生動感咁樣，但係又好似係開咗窗，哇！啲鳥四散嘅咁嘅感覺咁樣得。anyway 就變咗有一群鳥加埋呢個神嘅太陽咁樣，畫咗呢幅畫。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可以訂閱我哋頻道，撳下鐘仔 comment like share，下次見。